续是台南市长的选战，国民党的谢龙介到麻豆的油仔园开直播，翕到一大片无采收、落果烂去的文旦。痛骂市长黄伟哲面对农民的苦楚来讲白菜，竟然讲今年的麻豆真抢市已经卖了咯。黄伟哲竞选总部的发言人出面来背会，讲台南老庄的文旦。 确实，伫个中秋进前就总卖甲空，其他嘛启动收买机制。爱谢龙介，卖见解若拄着选举，都甲文旦提出来乱一解。国民党的台南市长候选人谢龙介伫拼选战，走行程的浪芳去麻豆的油仔园开直播，一开喙就直直批评台南市府绑假消息。市政府一直甲咱讲，拢总卖了啊！我讲你做假消息。 你的文旦销售一空是假。透过镜头翕到几啊丛果子树下骹，拢是规大片落来，而且无采收烂去、搁发黑的文旦。要考劝市长黄伟哲莫讲白菜。奉劝黄市长，还是要诚实以对。你到阵那个咧讲白菜，销售一空。 你唔惊这是一个大笑话吗？中秋节进前，谢龙介就要去麻豆农业村口，讲农民该真前文旦拢销卖出去。市府却强调销售一空，即摆直接去油仔园开直播，证明家己无黑白讲。不过市长黄伟哲无亲身回应，是交福田爷发言人出面来背回。台南的文旦，老庄的部分在中秋节前早就订单销售一空。 那至于其他那我们的中央地方其实也启动了一些收购的机制。用这市长候选人不要每逢选举就要把文旦拿出来乱一次。选战伫要到啊，谢龙介直直针对市政议题，即摆麻豆的文旦嘛变做哪里攻防的焦点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